正道，今仔咱是邀请新乐教会叶志达牧师来为咱正道题目是为义人备办的光明。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也转来桃园教会吼，拢爱搁介绍一下吼。伫10几年前，我伫遮吼捌暑假的时候伫遮实习吼。毋过迄当阵去用，迄个简长老是讲发放边疆啦吼。那我是有幸于迄个去中山福音中心吼，到前几2年前我去中山教会讲道的时阵。迄名称搁伫个啦吼，讲留互我做纪念安尼吼。迄阵阵伫遮实习，受到大家的照顾，大家嘛头2年外前，我嘛捌搁转来桃园教会讲道吼，所以嘛是为着纪念主日，所以我是转来吼大家，互大家看看的啦吼。嘛愿望讲，传讲上帝话，互咱会当得到帮助。特别我今年有一个任务是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我的惯势是安尼啦吼，任务完成了，好好讲上帝话。这个任务真简单，咱有看到奉献袋啊，这奉献袋啊是圣经学院的奉献的袋啊吼。咱看伊的后壁面有讲咱欠6700万的经费，内底有分3种，是种经常费，一种教育训练，一种的是征收的经费吼。所以所有的经费大概有6700万，今年的6700万的需求吼。咱特别咱去圣经学院，咱真清楚知影，咱定定伫遐办活动，咱嘛爱需要，遐嘛有办一寡最近因为转型吼，大学已经无毋过有转型做信徒的培育的课一寡课程吼。所以咱会当来去参加遐的活动，包括灵修，包括一寡课程吼。所以咱对这个。吼，圣经学院现主时所做的，咱有感动，吼，咱就当就无内底，大家人有一个奉献袋啊，咱照咱的家己所感动，吼，咱经验，吼，咱会当来奉献吼。当然，咱嘛会当用代祷、祈祷，吼，来为着这间学院所有所办理的代志，服侍的事工，拢为着这来继续来为着祈祷。吼，总是奉献主日就是奉献，吼，愿望讲咱大家会当为着这个学院来做伙来斗相共，做伙来服侍，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参与遐个活动，吼，愿望咱为着这个事工继续代祷，嘛继续奉献。咱这我报告到遮啦吼，等下毋好袂记个奉献的时阵，因为我是一个做无头信的人吼，所以我。定定拢会袂记的吼，总是我不定定拢准备奉献袋啊，准备好啊。结果像讲我顶礼拜要11奉献，我准备好啊。结果原本摕去到我的博物馆吼，所以会记的吼。等下奉献的是咱照咱所感动的经验，刻伫奉献袋啊内底，吼会当奉献出来吼，为着这个事工。咱伫听上帝话之前，咱做一摆来重新来祈祷。稳定上帝，我感谢你，你互阮会当今日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伫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得到智慧，互阮知影你所要引导阮的。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缅甸的这个人，咱知吼，翁山书记。伊是一个缅甸真有出名的政治人物，伊捌互家己的国家内面的政治上的对敌软禁伫家己的厝内，伫21年内面，总共战争后后将近有15年去用限制自由。伫伊的行动自由，互人限制迄个时阵，受到国际上的关心。以及有真侪人或者是组织，包括咱知影的国际的特赦的组织，拢做伙拍拼，以及合作来帮助伊会当脱离即款无自由的生活。伫救援的期间，伊得到真侪所有的世界和平有关系的奖，特别伫伊互人软禁的第2年，伊就已经得到
人所知影的诺贝尔和平奖，伊就得到啊。最后，伊伫2001年11月的时阵，伊总算互人讨办出来。伫讨办出来了后，伊继续参与缅甸国内的政治。虽然因为缅甸的宪法的规定，伊无法度选总统，总是伊到现主时，也阁是缅甸国内政治有掌握实际的政权的人。也就是讲，就算是别人做总统，拢是伊塔去的吼，拢是听伊的话的。所以，伊是一个掌握缅甸的实际政权的人。总之，伊伫这段时间掌理政权的时，不断传出伊对国内的人权真无重视，特别是伊国内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做罗兴亚人。这罗兴亚人伫伊还未受迫害的时候，就一直受到缅甸的人，包括军队的压迫。总是伊伫这关去用无自由这期间，伊走前后15年，这个人嘛犹原阁继续去用压迫。直到伊掌握习惯了后，人问讲：你捌拄着遮尔无去用迫害的时阵，你有遮尔侪无自由的时阵，所以你应该会同情这个罗兴亚人，你会应该会替伊来解决因受压迫、受迫害的迄个情形。总是伊并无安尼做，伊颠倒顾在遐个军队、遐军队会继续欺负遮个人，去继续迫害遮个人。前次之前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迄个翁山书记的政府将7名的查甫某的来逮捕，理由是因用演喜剧喜剧、喜剧的方式来口说、来讽刺因认为政府所做唔对的代志。对伫翁山书记，伊对受害者转变成压迫人的人，这款转变，互人感觉真悲哀。甚至世界上有46万人联署要求收回伊所得到迄个诺贝尔和平奖。伫这个状况内面，咱嘛会当印证，会当证明一句话：权力安那使人腐坏。这句话。咱会当想象，翁山书记受人迫害、互人软禁的日子，一定过了真艰苦。因嘛一定渴望伫早一日会当结束迄款的日子。总是话若讲转来，伊若亲像袂记的迄段痛苦的时阵，面对甲伊受到同款的压迫的即种国内即个少数民族的罗兴亚人，即款的痛苦，伊若想拢看无。这个罗兴亚人，伊一定渴望通过翁山书记，伊甲因有同款去用受迫害的情形，伊认为讲，这个人应该会当帮助因脱离这个痛苦的日子。总是翁山书记已经等到啊，这个罗兴亚人犹原伫痛苦中继续来渴望。伫即款看无日子结束的痛苦的日子，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无愿意去面对。特别当咱的生活拄着真大的困难，甚至互咱真悲伤的代志，对咱来讲，咱等待结束的日子，会当讲是真痛苦的代志。就亲像有一天，咱发现咱的身躯出状况啊，咱破病啊，咱需要动手术。就算这个手术成功的机会真悬，超过5成，甚至超过7成。总是伫整个医疗的过程中间，咱犹原会烦恼，敢毋是？特别是手术的时阵，注麻药是一种风险。就亲像我过年除夕前一天，迄天今年的旧历过年是伫礼拜2，啊礼拜日我想讲做礼拜了，我就拍算讲包好款的要转去，我足久无转去，毋是讲无转去，因为我的老厝伫咧彰化吼，我要转去彰化。因为我过去吼，我开始伫咧生活教会服侍了后，我的大部分拢是当天来回，吼，今日转去彰化，可能
2点外、3点外转去到厝，然后食年夜饭了后，就搁安那，搁冲转来，吼，所以都拢讲伫厝诶过6点钟诶年尔啦，吼，就搁转来。今年讲啊，袂歹哦，来会当较早去，较早转去，会当至少会当困一工。结果无着伫敲电话来讲，阮老长老跋倒，送去马街淡水马街，我一定爱去看嘛吼。我就包好款的，想讲去到台北爱祈祷了，也无啥物代志，我要冲搁去为台北冲转去中华。想讲安尼嘛，搁早咧啦吼。所以我到8、9点去到淡水马街去见面，去爱祈祷的时候，陪伊去开刀房，结果无着伫迄麻醉师啊，我讲，因为伊有高血压的问题，所以注麻药是一个高风险。我听着即句话，做牧师人安那，毋敢转去啊。我只有安那，我问讲啊，安尼这手术的期间偌久？到2点钟外就会当出来啊。我想讲，甲阮某讲，安尼好啦，咱来淡水佚佗。等甲伊结束了后，咱才啦开刀了后出来啊吼，咱也准无啥物代志啊，咱才转来中华。所以当遐佚佗到12、2点、1点了后安那，迄个奈通知来讲，哦有出来迄个已经转来病房啊。阮才安那包括阮才开车，然后才冲转去中华，半暝2、3点、3、4点到中华安尼吼。咱会看讲，其实伊迄手术其实无啥物危险，总是注麻药就会互你造成，互你紧张，互你感觉安那有危险。同款伫整个手术过程中，嘛有可能发生咱意料之外的代志，包括开刀的时阵，才发现讲比开刀前医生所评估的搁较严重，嘛包括手术了后。游员爱面对复原的状况，是毋是会当顺利？对知影家己破病到等待手术的时间，到手术成功，到手术了后的复原，这个过程中间，咱的身躯上、咱的心灵上，拢会有真大压力。这款的情形，就亲像遐个拄着迫害的人的共款，遐个等待痛苦的日子，嘛赶紧结束。咱嘛知影，只有等待。恢复健康，开始过去正常的生活迄天，咱才会当真正放轻松。通过面对手术的例，咱会当体会一个人面对痛苦的时阵，特别是拄啊开始面对痛苦，内心的真挣扎，内心的滚架，甚至真有可能失去任何的愿望。对咱来讲，失去愿望这个代志是真世上的代志。今日所读的诗篇97篇，诗人所面对的百姓，就是遐个犹大国亡国，当咧面对受掠去巴比伦的犹大人。咱应该了解，其实这个百姓已经是经历过一大段的战争的时阵，面对战争结束啊，想讲安尼痛苦应该结束啊，总是另外一个痛苦。当咧开始，因去用掠去遐个外国，迄个巴比伦遐，因面对着更加失望、更加悲伤的状况，因必须爱甲因家己的故乡来三分离，甲伊的亲人三分开，去到因毋捌去过的国家、土地，面对未来的生活，因毋知要安怎是好，因无法度想象未来到底会发生啥物代志。去到别人的国家，会拄到更较大的迫害吗？就算无拄到迫害，伫咧他乡的日子，真正是无简单的。我想咱在座有可能有人捌伫咧国外，无论是留学还是生活过。就算咱出现遐个所在，游玩咱知影，伫咧他乡的日子，真正是真无好过。所以常常咱到老啊，咱常常拢会转来台湾来住。咱知影。这个因除了面对着可能会阁受到迫害的状况，因的经济生活嘛伫遐必须要重新的建立。面对外邦的文化，
佫是另外一种挑战。这是拄仔掠的拄仔受掠的犹太人来讲，因所要问的是即款的情形，当时才会当结束。战争的痛苦拄仔结束，所以煞变成爱去用掠去外国的生活，更加痛苦的日子。咱会当想象讲，这是对伫未来的生活是完全失去盼望的。即种的绝望的时阵，甚至伫古早战争失败，常常是证明保庇因所敬拜的生命是战败啊，已经无法度，这生命已经无法度保护因啊。亲像犹太人的所敬拜的生命是啥？上帝。所以耶和华上帝哪想无法度搁保护因啊？耶和华上帝哪想已经战败啊？耶和华上帝已经毋是因的王啊！总是诗人伫遮第97篇第1节讲啥？耶和华做王，耶和华做王。一个遮尔凄厉噩梦的时阵，既然有人讲，恁犹原爱讲，这是耶和华做王，耶和华做王的时阵，早晚会到。有人认为诗人安尼大声喊话，是一种所谓的阿 Q 心态。阿 Q 心态是安怎？是无论现实怎样，通过正面的想法来自我安慰。通过正面的想法来自我安慰，这种阿 Q 的心态，伫个逃避现实，会当讲是逃避现实的心态。总是诗人大声喊话，讲耶和华做王，并毋是阿 Q 的心态，是有过去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记载的基础吼。伊这个诗人通过过去的历史记载，伊充满信心，知影上帝伫历史中间做王，伊伫未来嘛会做王。因为咱拢知影，伫过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中间，上帝就捌互因离开埃及人的压迫，带领因出埃及。伫旷野流浪40年，最后进入上帝所应允因的迦南地。这就是诗人所认为耶和华做王的历史根据。所以，当咱详细看诗人伫这首诗篇中间，有提起真侪甲出埃及记有关系的画面。咱来看，伫97篇第20节的头前讲安那。密云甲乌暗伫因四围。第3节讲安那？火行伫因面前，烧因四围的对敌。第4节讲啥？因的信啊，照光世界，地看见着震动。再来个有看到云，有看到火，咱想到啥？出来记记，因伫讲遐的时阵有啥？云条甲火条。伫头前安那，因带因，看到信啊，闪电会想到啥？摩西伫西奈山甲上帝同在的时阵，伫山骹下遮的以色列人，因看到啥？雷公信啊，伫即个山顶内面。所以咱看到这3节内底有看到云，看到火，看到信啊。互咱想到出埃及记有遮个云条、火条甲信啊的画面，啊，遮个画面证明上帝是历史中间以色列人历史中间是带领因出埃及离开，去受到压迫的这个历史。所以当诗人讲到遮个物件的时阵，一定会互以色列人想起上帝对因的祖先的拯救。这对伫遐的受掠去巴比伦的犹太人来讲，是真大的安慰。所以诗人所讲的这耶和华做王，并毋是自我安慰、逃避现实的阿 Q 心态，是诗人伊有绝对的信心。伊知影，就算现主时受到迫害，现主时受到去用掠去巴比伦，总是相信上帝伫未来有一个时间点，一定会显明出。耶和华上帝确实伫咧因中间做王，伊到落尾一定会掌权伫即个世界中间。
所以诗人伫即款受到压迫的困境中间，更加天朝迄个创造万物的上帝，伊就亲像一开始所讲的第1节讲：地着快乐，正好海事着欢喜。诗人呼吁遐个当时受掠的犹太人，既然相信上帝必然掌权，就应该欢喜快乐，就亲像上帝过去带领因的祖先出埃及共款。最后，每一个人拢会看见上帝的公义甲荣光。就咱看第6节的时候，讲这个天显明伊的义，日邦看见伊的荣光。搁来当上帝的公义甲荣光临到的时候，遐个无敬拜公义的上帝，煞来敬拜遐个偶像、遐个虚假的神的人，因行出无公义的人，就算是现主时看起来是得胜的，是占赢的，总是因就会受见效。就亲像第90首篇第7节讲：见若服侍雕刻偶像，用虚假的神自夸，拢着受见效。这个受见效，就是最后因会安那，因会战败，最后因伫上帝面前，因无法度抬起头。耶和华上帝赢过这个正心民，就亲像97篇第9节讲的，因为耶和华你是至权搬过全地，你是至尊搬过正心民的。这其中的上关键的点，就是上帝的公义。这诗人才讲起第8节讲啥？耶和华因为你的判断，锡安听见就欢喜，犹大的城也拢快乐。这内底的判断是啥？第一原文就是公义。所以上帝公义临到咱的时阵，临到锡安、临到犹大的城的时候，锡安甲犹大人安那欢喜快乐。这讲的判断，毋是讲判断代志尔，是讲啦上帝的公义临到的时阵。所以第一只讲，咱会当真正知影讲，第一敬拜上帝的人安怎欢喜快乐。是因为上帝的公义临到，伫受苦中间的百姓，必然应知影上帝的公义对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性命是偌重要的。总是诗人嘛提醒这个受苦的百姓，当因仰望公义临到因的身上的时候，嘛爱万分歹。所以咱看第10节的时候，伊讲啥？听耶和华的人，这一个讲咱对无？听耶和华的人安怎？恁拢着万分歹。伫和合本讲罪恶，要厌恶罪恶，这就是啥？无好的代志。你爱看有无公义的代志，爱去除遐个无公义的代志。所以咱会清楚知影讲，伫个敬拜上帝的人，诗人伫个才讲强调讲，这敬拜上帝的人、听上帝的人，是应该是一个着万分歹的人。公义的上帝保护伊的百姓脱离歹人的手，总是伫个公义这个代志内顶面，听上帝的人爱万分歹，爱安那实行公义，爱伫个咱的行为中间去显明出上帝的公义伫个咱的心上，安尼上帝对咱的拯救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大约伫19世纪到20世纪中间。咱知影美国实行所有的种族隔离的制度，伫种族隔离的制度内面，伫种族隔离制度内面有一个关键的判决，就是叫做普莱西案。这普莱西案是一个叫做普莱西的美国人，伊的阿祖，毋知是查甫祖啊查某祖，伊是一个美国人，所以过来因的阿公。可能娶一个啥？娶一个白人，伊的爸爸妈妈嘛是搁继续白人，还是娶白人，所以敢有1/8的黑人血统。总是伫迄当阵的种族隔离制度内面，1/8的黑人血统是黑人还是白人？是黑人。毋过伊的面看起来是安那？是哪白人咧？所以，伊通过伊看起来那白人，总是伊是去互伫法律上是黑人，这个状况内面，伊开始想要去挑战
这种族隔离制度，所以伊就超工去坐火车。迄当阵火车有分做白人的车厢，甲啥黑人的车厢。伊看安那白人咧，所以安那伊就去坐白人的车厢。伊就去派一个失败，会当去检举伊的失败。伊就甲伊讲，我会去坐白人的车厢，啊，你等下我检举。所以安那伊来检举。本来坐入去的时阵，大家拢感觉伊是白人嘛吼，因为真正生了有够像白人的，伊就坐，结果人来检举，然后了去用迄个去用掠去吼警察局啊去用判决，判决的时阵一开始判决是罚25块美金，伊25块美金纳来就好啊嘛，总是咱知影伊是要挑战这个制度，伊就继续上诉到倒？到迄个美国的联邦的最高的法院，即个最高法院有小可像咱的大法官吼会议吼，判落去啊！伊讲啥？伊讲伊败诉。伊讲啥？伫咧即个判决内底，伊讲无发现即个隔离这两个种族的做法有违反宪法。因为隔离本身并无代表无平等，原告的抗辩是出自家己的自卑。你是安那样呢？你是一直告啊来，迄是你自卑嘛？你做一个黑人，你自卑，吼？伫咧即个法律顶面无啥物违反宪法的，这是大家平等。因为咱白人有白人有通坐无？有。黑人有通坐无？嘛是有。所以大家拢有通坐，所以是平等的。总是最后一句话，你就知影，这是一个主安那主歧视的话，讲啥？你的抗辩是出于啥？家己的自卑。伫即个判决了后，咱真清楚知影讲，即个种族隔离的政策伫美国开始合法，开始因黑人面对着真长的期间的种族隔离这种迫害的状况。面对安尼发展。迄时有一个黑人小学校长叫做詹姆士，伊甲伊的小弟做伙写一首歌叫做《Lift Everyone Voice and Sing》，啥物意思？每一个人开嘴大声唱。伊叫遐黑人的小学学生啊，小说面对着遮尔艰苦的日子，人有人爱大声唱歌，大声唱出迄个心家己的歌吼。这首歌最后变成黑人的国歌。伊愿望讲，伊鼓励遮黑人学生继续抱着愿望来往前行。这首歌的背景甲诗篇到诗篇是非常的同款。当判决出来了后，黑人开始进入受歧视的无平等的对待。总是这首歌呼吁因每一个人开嘴大声唱歌，每一个人开嘴大声唱。伫咧失去愿望的时阵，就算咱大声唱，当因代志唱迄个悲歌，唱像讲咱少年人失恋的时候唱啥失恋的歌，大家哭，甚至咱无啥想要互人知影。总是伫咧遮尔失望的期间，既然这首歌叫因讲爱大声唱歌，不止爱大声唱歌，内底唱歌的内容是安尼写讲。唱一首过去所教导人的信心的歌。这首歌，这是一首现在带互人充满愿望的歌。什么意思？伫遮尔无愿望的时阵，既然这个老师、这个校长讲，恁人爱唱出充满愿望的歌。面对东边升起的日头，代表着新的一天要开始，互咱继续进前。到得到胜利的天，遮尔无愿望的时阵，这个校长讲，咱爱唱大声唱歌，唱出这愿望的歌，提醒因抱着愿望继续往前行，直到胜利的迄天。遮尔愿望的时阵，总是在内底佫提醒一句，后壁佫一句话讲：利用你的力量，这是上帝吼。上帝，你用你的力量引带阮进入光明。阮祈祷，互阮永远伫道路顶面，免得阮的脚偏离歪错，阮要拄着你的
阮的上帝的所在，毋通互阮的心若亲像啉世界酒来酒醉，互阮袂记得你。伊讲啊啦，除了充满愿望以外，嘛爱提醒咱家己。当咱也有一天离开这个受压迫的时阵，咱爱会记这个受压迫的痛苦。咱毋好世界就安那，世界会引诱，人引诱去啊，人最后成做一个压迫别人的人。伊讲，当咱行出黑暗，进入光明的时阵，咱毋好离开这个光明的道路，颠倒成做一个压迫别人的人。咱毋通，咱伫咧去用压迫的时阵，咱会记去用压迫的日子。咱犹原，咱有一天离开这个压迫的日子的时候，咱犹原爱去帮助迄个压迫人的人。咱毋通去互这个世界无好的代志所引诱，毋好袂记个上帝。伫歌词中间，的确实受到伫面对压迫甲欺视的时阵，因毋知影家己伫时会结束，总是犹原必须抱着愿望来过每一天。毋过嘛，提醒咱人常常会犯的过错，就是当有一天上帝的公义拯救咱的时候，咱却无法度抵挡世界的酒，无法度抵抗世界引诱，最后成做压迫别人的人，行出无公义的行为。就亲像咱头前所讲的迄个翁山书记共款，伫咧诗篇197篇，诗人提醒咱，着爱坚持行伫公义的道路顶面。特别是咱享受着上帝公义拯救了后，就亲像诗人所讲的，光明是为着义人来陪伴，欢喜是为着新建立的人来陪伴。上帝公义就亲像光明为着义人所陪伴的，伊保护义人，互信靠上帝的人得到喜乐。所以当咱享受上帝为咱所陪伴的光明来保护的时，咱必须知影，咱为什么会当得到上帝的公义？为什么咱会得到上帝的拯救？因为咱嘛是应该是义人，敢毋是？因为这光明是为着义人来陪伴的啊。总是伫诗篇97篇以及黑人国歌内面不断提醒咱着来怨恨歹，咱着祈求上帝，毋通互阮的心若亲像啉世界酒来酒醉，来袂记上帝。这是咱的挑战。诗人通过诗篇97篇对咱讲，无论咱拄着偌大的艰苦，逼下公义的上帝必然陪伴伊的光明来保护咱，伊的确做王。总是咱必须爱问咱家己，咱有实实在在活出义人的性命抑无？或者是当咱得到上帝的拯救，颠倒咱变成是一个压迫别人的人呢？就亲像迄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所扮演的角色，原本这个法院应该是扮演显明上帝公义的所在，最后成做压迫黑人的凶手。咱必须承认，咱是软正的。就亲像诗人所讲的，当咱得到咱陪伴的光明来保护咱的时，互咱得到公义的对待，咱却对待别人是无公义的，阻止光明来光照别人，光照遐个受压迫、受轻视的人。我想咱在座大部分人拢是基督徒，咱会当拢是讲是因为上帝为着咱陪伴的光明来得到上帝的公义拯救，也就是咱会当得到福音。总是咱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后，咱的性命得到上帝公义拯救了后，得到光明了后，咱的性命到底有行出上帝的公义吗？还是咱的所行的是阻碍福音的传播呢？这就亲像过去，咱捌受苦、受压迫、受轻视，上帝光照咱，互咱得到拯救。现主时，咱真有可能无周知，或者是故意的去轻视遐个受苦、遐个受压迫、受歧视的人。总是咱毋捌意识到因受到无公义的对待，前使咱成做一个压迫因的人呢？互遮个人继续活伫黑暗中间，就亲像遐个罗西亚人一样，共款永远
哪像永远拢得袂到拯救。亲像翁山书记，虽然真艰苦过了15年，伊总有一天会得到头棒。当时罗西亚人到现主时，犹原是去用压迫，犹原得袂到上帝为着因所备办的公义的光明。若是安尼，若是咱真做遮的人，上帝保护咱的光明，嘛会离开咱远远。上帝的公义，嘛会审判，嘛会临到咱。愿上帝的公义会光照咱所有信靠伊的人，就亲像光明为着伊人来备办，欢喜是为着新建立的人来备办。咱应该行出公义，应该行出新建立，来互上帝公义的光，为着对咱的行为中发出公义的保护，遐个受歧视、受压迫、受迫害人，遐个艰苦的人，遐个需要福音来拯救的人，愿咱真做上帝拯救的光，反射出遐个对遐个人所需要福音、所需要上帝的光的人，互咱更加互上帝的公义光照保护所有信靠的人，更加保护遐个世间上拄着轻视、拄着压迫、遐个痛苦的人。愿上帝保护咱、照顾咱，愿上帝的勇气临到咱，互咱会当有迄个光去保护遐个受压迫、受痛苦的人，互福音会当传播伫每一个人。咱做咱阿头来祈祷。阮天上帝，阮感谢你，你搁一摆来引导阮。阮知阮真做你的囝儿，是因为你所伫阮生命中放公义拯救伫阮的顶头，然后互阮的生命中间。特别使阮知，阮每一个人拢有罪，拢有罪恶，总是你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阮的罪，互阮真做你的囝儿。主求你带领，互你互阮真正知影，你伫阮的生命中做王，你拯救阮，你互阮脱离遐个歹的、遐个痛苦的日子。你嘛互阮会当日志，特别有勇气，阮来保护遐个伫世间上遐个痛苦的人，遐个受压迫、遐个受歧视的人。互阮会当真做你公义光的反射出伫阮的生命的行为中间，反射出上帝你的公义，互众人来得到主你的拯救。主记来带领阮每一个人，保护阮，继续带领阮。无论阮现主时拄着痛苦的人，你公义来拯救。阮得到公义的人，如果阮嘛会当来有勇气去实行，去互阮行出公义的行为。主求来带领，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起立。请坐。即
这是来奉献，请吴文仁、傅启芳技术来书献。请起立吟奉的诗。报告，伫报告的内容，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两遍。光明是为着义人来备办，欢喜是为着心正直的人来备办。诗篇97篇11节，请。请咱先开周报第一页，澳洲侍奉的人员，请咱特别注意，这有调整吼，甲咱行事历顶头都有对调吼。9月22甲9月29，即马顶头的吼就是正确的，所以后主席是这双联团契的这个主任吼，服侍人员咱请来注意。第二页是周间的聚会，各团契聚会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教育部课程9月份开始有这授习班，有意向要报名的吼，请向办公室来登记。主日路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咱先开第3页，各小组的聚会时间、地点，请咱家己看。第4页，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看。设施也有错误，请向办公室来更正。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咱真欢喜邀请到新约教会叶志达牧师前来本会请安报告，请兄姐为这事工来代祷奉献，
本会陈牧师今日是前屋新乐教会请安报告。第二点，中昼12点，第7抗疫会议室要召开团络部部会，甲圣诞节的筹备会，请部会部员甲相关的这同工出席参会。名单请咱家己看。下主日9月2日是相连主日，拄有报告过请兄弟为这事工代祷甲奉献。第二点，下主日1点，第7抗疫会议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第一点，牧师本会牧师9月22、23到30是休假，无伫教会期间，小主有代志，由小会的书记吴长老来代理。第二点，教育部的李学军的审查委员会公告有关这个李学军的申请，甲9月29中昼12点有关的这个资料，伫咱4楼的公布栏有公告请咱家己去看。教界消息，第一点，花莲美港教会伫10月27日下晡3点要举行陈振峰传道弘立牧师受职的感恩礼拜，这是咱本会的主题啦陈振峰圣歌队要前往献诗请代祷。第二点，全国的妇女的查经营时间是10月28到30伫高雄的这中华电信训练所有意向的请向朱美玲姊妹是简秀柱这次来报名。以上，请吴长老来补充报告甲介绍。各位兄姐平安。今仔日是迄个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啦，交换讲台。今仔咱特别欢喜这个邀请这个新屋教会叶志达叶牧师来到咱遮，咱拍拍甲欢迎。咱教会牧师去因新屋教会我再介绍一个会友一对夫妇。是陈瑞慈、陈水池、陈金菊夫妇到立现，好，请起立多谢。请坐，这是水金兄的朋友啦会当欢喜来阮教会来聚会，嘛当去因兜因遐嘛有拜六时嘛有咧聚会嘛真欢喜欢迎另外我补充报告，就是讲这个咱教界消息内底第一项。花莲美港教会10月27，迄天拄好礼拜日礼拜天10月27号礼拜天，也是下晡3点举行咱教会的兄弟陈正峰传道要弘立，圣歌队邀请咱圣歌队要去甲献诗这第一项，第二项，第3点，新竹中华相连事工部中央敬老的感恩礼拜即摆。爱知影就是到9月2日截止啦所以若还未报名的请向咱的素年者来报名以上报告，多谢。上联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上联所请叶牧师来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你每一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祝歌。天乐未倒。平安礼，请咱彼此请安，今日爱餐暂停一解吼。